大家好，我係有嗰句講嗰句嘅斜槓莊連 Theo， 今日咧就嚟試一試呢間我無意中刷到嘅新店啊，慢慢傾。隔籬呢間店嘅名咧真係有啲料到噶，我估咧呢個股東入邊啊就應該冇本地人啦。而呢間店咧最初吸引我嘅係因為咧我見到呢個吧台啊，老廣串串吧台，將呢三個關鍵詞擺埋一齊咧，真係好有咧少林功夫加唱歌跳舞嘅感覺。行嘅咧係一人一煲嘅路線啦，我揀嘅咧係招牌經典紅油，大佬揀嘅咧係麻辣藤椒。我揀咗微辣㗎，對我呢個廣東人嚟講咧都幾友好㗎。除咗香料味之外咧，鍋底入邊咧仲有少少肉味，據說咧係用老母雞熬製嘅高湯啊。雖然咧店內冇見到有明顯嘅字眼，但其實呢個體驗嘅感覺咧就好似喺度食緊冷鍋串串啦。簡單嚟講，冷鍋串串咧可以理解為串串香同埋火鍋嘅結合體。佢擁有串串香嘅形式，但享用嘅咧係類似火鍋嘅濃郁鍋底味道啊。而核心賣點咧就係鍋冷串熱。鍋冷指嘅係咧擺上台俾食客嘅鍋底咧係唔再加熱噶啦，避免咗食客自己需要喐手淥嘢，控制唔好火候，以及咧食完之後成身都係油煙味嘅煩惱。串熱指嘅係咧竹籤上面嘅食材咧已經喺後廚煮到咧廚師認為嘅最佳火候噶啦，但其實呢度有啲唔同嘅係咧冇額外提供乾碟同埋油碟，有一種咧已經將佢兩者都加入埋鍋底入邊嘅感覺，味道層次咧都幾豐富噶。我比較中意呢個芝麻。店員上鍋底嗰陣仲講啊，如果食下咧覺得唔夠味或者唔夠辣咧，都可以隨時同佢哋講噶。店入邊主推嘅咧係牛肉類，我哋試咗雪花、牛舌、雕龍、薄荷葉牛肉、紫蘇牛肉、芫茜牛肉。第一輪點單嘅牛肉類咧，基本咧都淥得太熟啦，於是咧我哋又點咗 round， 並提醒唔需要咧淥到全熟嘅，想要嫩一啲。經過兩輪實驗嘅對比咧，我比較推薦嘅咧係雪花同埋牛舌，因為呢兩款啊，不論係邊一輪口感咧都係比較好嘅。至於呢三個捲咗嘢嘅咧，不論係邊一輪啦，肉咧都係比較粗鞋同埋難嚼嘅，可能係因為牛肉咧同中間嘅植物各自需要嘅烹煮時間咧係唔一樣嘅，啲植物熟咗咧，啲肉就過老，牛肉熟到啱啱好咧，啲植物就過生。比起牛肉類，我會更加推薦豬肉啊，黃金6兩。口感鬆軟嫩滑，醃製嘅水平咧幾唔錯噶，食喺嘴入邊咧冇乜油脂感，感覺咧佢係連驚食肥豬肉嘅人士咧都可以輕鬆駕馭嘅食材嚟噶，而且咧同鍋底都幾夾噶。中意油脂感嘅咧可以試一試呢個睇落咧肥瘦分明嘅五花肉，但其實咧肥肉部分食起身咧並冇太多油膩感噶，口感同黃金6兩差別唔大，都係鬆軟嫩滑嘅，仲多咗幾分油脂香添，值得一試。海鮮類嘅話咧，我哋試咗火箭魷同埋鮑魚。前者嘅藥水味咧有啲重啊，後者口感唔錯，需要咧飲多啲鍋底先夠味啊。我哋咧仲食咗雞毛肚同埋小棍把，都係中規中矩嘅水平啦。如果真係要二揀一咧，我會揀雞毛肚噶。呢度啲素菜價格咧有啲偏高噶，薯仔咧2蚊一片，令大佬見到都忍唔住話咗一聲啊。我哋咧仲試咗牛皮豆乾同埋粟米芯。呢個牛皮豆乾咧都幾有意思噶，睇起身咧有啲似雞蛋乾，但本質咧係豆製品，有嚼頭同埋五香味噶。我哋咧仲試咗下呢度嘅滷味小食，老雞腳同埋老雞中翼，兩者嘅調味都幾唔錯，香料味咧比較突出噶，唔會過於死鹹。雞中翼嘅狀態咧幾唔錯噶，雞皮軟糯且充滿油脂感，雞肉咧嫩滑有汁水。呢度咧仲發生咗一個小插曲噶，廚師睇錯單啦，上錯咗串虎皮雞腳俾我哋，就大方咁送咗俾我哋啦。呢個虎皮雞腳同鍋底咧都幾夾噶，吸附湯汁嘅能力咧好鬼勁噶，係幾好送走嘅菜式。呢餐2個人合共消費210蚊7毫。有一句講句，呢間店嘅 VI 同物料咧都做得幾到位噶，可以定製露出 logo 嘅物料咧，基本咧都印上個 logo，睇得出咧阿老闆幾抌本噶。其實整個體驗咧我都係幾中意噶，餐廳咧整潔餐具嘅質感咧都幾唔錯，而且空氣流通，空調咧都夠照噶。呢2點啊都係好重要噶，咁鬼熱嘅天氣，好容易咧食下就冇胃口噶啦。店內咧基本感覺唔到油煙。唔使擔心食完之後咧，頭髮同埋衫咧都有一陣火鍋味。就係呢個價格，唔知道對於嗰啲食慣咗餐飲慣子嘅重度用戶可唔可以接受呢？
我仲有啲疑惑㗎，冇睇明白呢間店同埋老廣呢兩個字嘅關聯，唯一嘅可能性就係老闆係老廣啦。自費自願嘅 Theo 飯局即日起咧不定期盛行，歡迎新老朋友入群，踴躍參與啊！繼續同我一齊飲飲食食，人生積極，好嗎？